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篇，列王纪上卷第6章15到38节，约翰福音15章第16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拣选。按照今天的圣经或是过去几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罗门王的他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所罗门王他自己想要建，他自己坚持要建，或是他认为他自己很行，所以他要建。就是其实在大卫王还在位的时候，上帝已经先禁止了大卫王盖圣殿的事情。上帝并且告诉他，将由他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执行这件事情。过去这几天我们都谈到了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事情。在昨天的经文分享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圣经在列王纪上卷第6章第12到14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说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建造圣殿的重点并不是圣殿建筑本身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或是它的建筑材料多么的昂贵。其实这个建筑圣殿的重点在于顺服上帝的诫命、律例，以及怎么样去谨守上帝的典章。这些都做完了，这个圣殿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才是所罗门王真正被上帝拣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既然基督徒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就必须要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无论是在建筑的格式上面，建筑材料的我们说预备上面，今天的经文也特别的提醒了约柜的格式，还有放置约柜的这个内殿怎么样去盖。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约柜里面一个十诫的石板，遵行上帝一切诫命。耶稣基督告诉跟随者跟他的门徒们，牧师把今天的约翰福音来读一次。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就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
这是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非常明白的提到了拣选的问题，不是人拣选上帝，而是上帝拣选了人。这与一般人，或是说一般的民间宗教的人，他们说我选择什么样的宗教，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特别是我们被上帝拣选来结果子的人，我们称为门徒，或是被称为使徒，回应上帝呼召受差遣的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奉基督的名来结果子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徒既然被拣选，就不应该再属于这个世界，跟随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离开世界来跟随主。我们必须要穿戴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也很可能因为这样子，我们跟随的基督就被世界所厌恶，被世界所逼迫。或许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成为基督徒要被逼迫，要被厌恶呢？我们就用阿富汗的基督徒他们目前所面对的，就因为他们选择了继续跟随基督，所以他们就遇到了逼迫。成为被拣选的基督徒，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路。当我们奔走天堂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境，仍然会遇到困境，我们仍然会遇到挑战，我们仍然会遇到试探。被试炼的人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的旨意。因为耶稣基督也提到了受拣选的人，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求什么，上帝就会要赐给这些受拣选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里讲到无论求什么，并不是随意乱求任何东西都可以。我们反而是那一些所谓的顺服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遵守了彼此相爱的诫命，才能够蒙福。所以我们就说，当我们守诫命的时候，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上帝才可以。弟兄姊妹，你被拣选了吗？若是你我被拣选了，那么我们要切记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不是像当时候的犹太教徒一样，把这个选民的概念失守了。我们反倒要更有实践力的去实践彼此相爱的诫命，也因此我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胜。